那行，辛苦了啊。琉璃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刚下班。咱们好久没见了。你还好吗？还行。你呢？哦，我也挺好的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琉璃，咱们要不找个地方坐坐吧？王经理，你是集团珠宝部的负责人，你看看你们送上来的设计图，这样的设计能出去卖吗？你们大家都看一下，怪不得上个季度业绩下滑了20%，这是哪家设计公司做的？不行的话换一家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服装部，你们的设计图我看了，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挺洋气的。你们可以再加大一下宣传力度，但是模特要注意。那天看到了，这是上一季度的模特。这样的人能当模特吗？让人怎么有购买的欲望？颜值很重要，知道吗？顾总，我已经准备于近期召开一场有关珠宝和服饰的发布会，到时候会请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名模过来展示我们的产品。对，这个创意不错。你们可以找一些网红，甚至可以搞一些选秀啊、直播。不行，我可以来当评委嘛。那个顾总，这样的话人手是肯定不够了。不够可以招啊，你们人事部就是干这个活的呀。招人的时候不光要考虑能力，还要考虑到颜值，因为代表了集团的形象。好，总的来说，这个季度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。如果下个季度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各位的能力了，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是那个样子。你的事情解决了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分开，还能在一起？薇娅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就算我们再复合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？顾西城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配不上你的真心。别这么说，是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我知道。